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民众党桃园市党部的前发言人马志美，日前涉嫌接受到中国的资助来参选，互民众党来开除党籍。啊，即摆互指控，竟然是走入去立法院内底来开直播。民进党讲，这恐惊会变做国安的破空。啊，马志美是在回应讲，伊是用正式的公文申请到立法院的媒体证，所以无问题。现在是在那个立法院的记者室，后面是民众党联系。这里国会议员记录，即时做正红宣布，各不是和网友的互动，伊是前民众党桃园党部发言人马志美，因为之前涉嫌受中国的资助来参选红基亚，一审无罪，民众党嘛有甲处罚。严格这边所出现的立法院的直播，嘛引发到外界质疑。到底有没有治安跟国安的问题？啊，我希望说，院长。也能够在这一部分再严加的管理。毕竟关系到国安问题，之前马志美都互检调查到接受中国资助105万的美金加虚假货币，各项押出漏涉台湾官员等等的秘密资料。桃园地方法院宣判违反个资法，甲判8个月有期徒刑。根据了解，马志美是以小草传媒的名义申请立法院的媒体证。立委的美讲，这个审批的机制真有问题，因为他涉入的是国安相关的罪行，所以他如果是以媒体身份进到立法院，那以后针对这样一个特定人士，立法院的这个审核出入的这些名单，应当要多加严谨。我是正式用公文去申请下来的证，跟谁接触那也是，如果人家对我有疑虑，那就算啊。但是我就是只是因为听从老板指示，我们去开的直播。那我跟谁接触，对方自己难道不知道吗？严格当讲，除了直播将近2点钟，敢有其他目的？毕竟第2条内，有机会一旦摕到国会立委助理或者是国安人员的名字甲联络资料，立委烦恼，伊会搁再提供给中国。即摆也互发现，伊互民众党开除了后，走去草传媒做挺瓜问题的报道。他怎么跑进去立法院的？这可能要请立法院回答。跟党团这边应该没关系吧？敏感的时机，都惊会造成国安破口。自己有把hiệu党，嘛互立法院神经线加进案，谨慎应对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